大家说川普反复无常，他是政治界的台风中心，满嘴炮火车。但最近看美元走势，我怀疑他不是乱讲话，他是故意吓跑外资。你看，美国信用下滑，美元就跌，美元一跌，美国货就变超便宜。这哪是乱搞经济，这是美元瘦身大法，让出口直接起飞。别忘了1985年，美国搞了个广场协议，美元狠狠贬值，结果美国货卖疯了，日本还被逼得经济差点吐血。现在川普更狠，不用协议，我直接让美元跳水。不买我国债没事，买我的 iPhone 牛肉波音飞机吧。对了，台币最近飙到10年新高，大家喊发财啦！醒醒吧，这可能是美国在说多买一点我的东西。所以川普他不是在搞砸形象，他是在帮美国企业清仓大甩卖。你说这招高不高明？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美元还会跌多少？